待吗？往下走好了啦哈，后面还有期待的哦哈，大家喝酒顶昂对哈。好了，那我们就跳过好了。既然他不给我们看，我们就活泼一点。好，再来，一般缓释剂哈也不可以多半。我们看字面上的意思，什么叫缓释剂？缓释剂就是讲吼，伊爱慢慢啊出来，慢慢啊出来，时间到伊就出来，时间到伊就出来，缓慢嘛，缓释剂慢慢啊出来。这种剂型我们以前比较常看到，现在应该比较没有了。刚开始的康德600，12小时吃一次。但是我不知道各位浅有没有这一段广告的那个台词印象？康德600它就开始抖，那个画面就是一个时钟，从12点就开始抖了一圈之后才能再吃一次。所以康德600，12小时吃一次，一天吃2次。可是我们在想说，你一天吃1摆2摆，有效是要怎维持？因为你注意看那个康德600里面那个，它是一个胶囊，里面有很多彩色的小小颗的，那个不是给大家看着好玩的它的魔鬼就藏在那个细节里面。它那个每一个颜色就代表说它什么时候要出现。它可能这个小时它发挥药效的是黄色的那些颗粒，那下一个小时它发挥药效的是红色的那些颗粒，所以它里面有很多5颜6色的颗粒，小小颗的。那当你吃进去的时候，它一定的时间它才会出来嘛大家有没有去那个星光三月不是外面有个时钟墙吗？时间一到，那个公主才会咚出来，然后绕一圈，然后又回去。那个是她的职责。所以呢，那个康德600那个缓释剂里面它也有它的职责每一个角色都有它出场的时间。那如果今天我们把它剥开了是不是全部都呈现在大家的面前？那这个时候会怎么办？剥开了它就其实因为我们没有遥控嘛，不能遥控说它什么时候出来嘛，我们一次就全部给它摊出来。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它所有的药效全部都发挥了，那这个时候会造成药量的过重，或者是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掌握到它每一次要发挥出来的药效。所以说这个剂型也不能破坏。好，就大概一般的会常遇到的就是大概这样的状况。所以当我们遇到说颗粒过大的时候，我们就是稍微看一下它下面的警语，有些是不能播放的，因为它的剂型不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请求医生说是不是帮我换小颗一点，因为太大颗我没办法吞，而不是回去自己就把它播放因为播放的话会影响它整个剂型的破坏，相对的会影响到它药物的吸收。好，那再来的话，好。这个问题比较常见吃药的时候可以配果汁、茶或者是咖啡吗？一般我们知道嘛，就是说如果有人在服用铁剂，铁剂的话跟茶叶绝对是不能一起应用因为茶叶里面有那个单宁酸，单宁酸它本身会去跟铁剂，它跟铁剂是好朋友。当他遇见好朋友来的时候，他会很热情2个人就相约出去玩了。那相约出去玩之后，铁剂就忘了它的功能了，它也没什么功能，因为它已经跟那个单宁酸结成好朋友了，所以它就不去工作了。所以我们吃了铁剂之后，药效就会下降，因为我们是希望它能够帮我们补点血但是它已经跟单宁酸走了，所以药效就会下降好，再来是咖啡跟一些鼻塞的药。我们知道有些人喝咖啡会心悸嘛，就心跳一口菜，或许就是这样，所以或许没办法喝咖啡。或许只要喝咖啡，你就会觉得我那个心跳怎么跳那么快。那因为咖啡里面有咖啡因会让你比较兴奋一点、亢奋一点。那有一些鼻塞的药有一些鼻塞的药它有这样子的功能它也会让人家比较亢奋。那当你感冒的时候，后学就再讲一个例子。有一天，后学就
早上就接到一通电话，病人的电话说：小姐，你这药我是不是有问题？通常我们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的心肝都会长起，是安弄，是不小心给错药了吗？还是怎么样哈？通常病人只要讲说你这药我是不是有问题，其实我们火就很大。然后我就说啊，那样怎么样吗？是有什么问题吗？他会说啊，我早上去啉，我那时候后学还在内科，然后所以感冒药发很多。他就说啊，早上去啉啊，给药啊吃啊，感冒药，然后吃了之后 OK 啊，还不错。可是我今天早上怎么，我吃了药之后怎么心跳跳好快呢？然后我就说啊，怎么会这样？他说对呀、我昨天明明吃就还好，为什么我今天早上吃就不一样了？我跟你讲，当后学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后学就安心了。为什么？因为如果今天病人第一个打电话来跟你讲说，我刚刚吃了药之后现在怎么样，那就有可能是药物的问题。可是他如果说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没有怎么样，我现在吃有怎么样，那后学就觉得这个跟药物的关系就会差很多了哈。后学就会比较安心说一定有离开我们的。然后后学就说哦，没有，那后学帮你查一下你是吃什么药。然后我就电脑，那电脑很方便，资料一输进去就知道说他昨天是拿什么药。我就说啊，有一颗药，你昨天鼻塞哈，医生有开一颗药，那颗药吃了，我跟你讲说可能会比较亢奋一点哦。然后他就说，哎呀，对呀，我昨天晚上吃是有这个状况，可是为什么今天特别亢奋？我就说啊，你吃了什么？你除了吃药之外，你还有吃什么吗？然后他就自己会讲，有啊，我就早餐买完早餐，我就吃完早餐之后我就吃药啊。吃了药之后，我就平常有些人习惯早餐会来一杯咖啡，我就跟咖啡啊，因为那今天动没了，整个心脏都快跳出来。我就说小姐，你那个药不要跟咖啡一起吃，因为它有加成的作用它是1+1大于3，不是大于2有大于3，有些人敏感的他就说安妮就说对，那如果说你这样子的话你咖啡先不要喝嘛因为我们治病比较重要你还是要取舍一下等你好了，你要喝咖啡再喝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所以当我们在吃感冒药的时候，有一些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副作用。通常我们药师都会很尽责的跟病人讲但是病人可能听不了那么多，所以我们都有那种心理准备，他们还会再打电话回来问，所以我们也都有心理准备要接这些电话这样子那再来的话就是牛奶跟一些抗生素的药。因为牛奶里面我们都知道有钙跟镁，钙主要是钙，镁是胃药里面才会有钙。因为通常我们学过化学的都知道钙是两价。那这个尤其是这一类的抗生素，它是四环霉素，四环霉素通常现在比较少在用但是有时候有一些拉肚子的病人，或者是说本身在吃痘痘的药，有些医生皮肤科医生会开吃痘痘的药，那一类的药就有可能有这一类四环霉素的成分在。这个时候我们看我就会跟病人讲，你不要喝牛奶，甚至不要跟一般胃乳片一起吃，因为他们两个也是好朋友。那钙就是应该是说两价的金属，它跟四环霉素都会结合，一定他们遇到好朋友一定都会相约一起出去玩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不工作了，那我们药效就会降低。然后再来葡萄柚汁，葡萄柚汁是比较让人家，就是说比较普遍的，因为这一类的药很多很多类的药都不能跟葡萄柚汁一起吃，因为葡萄柚汁里面有一个成分，它会抑制我们体内有一个消化酶，应该不是说消化酶，有一个酵素。那个酵素呢，有一些药物它在发挥药效的过程当中，需要那个酵素的帮忙。但是呢，葡萄柚汁呢，它会去葡萄柚汁里面的一个成分它会去抑制那个
抑制那个酵素。那像说今天我吃了药之后，我药效作用完了，那我要排除，我要排掉了嘛，哈，我已经使命必达完成了，那我要走了，我要 say 拜拜了。可是我要 say 拜拜，这个时候我需要这个酵素的帮忙，好，帮我排除掉，排除到体内。可是这个酵素它跑掉了，它跑去跟葡萄柚汁的那个成分当好朋友了，那怎么办？我继续留在体内啊，我没办法出去，我继续留在体内继续作用。那这样子的话，有时候会让我们体内药物的浓度过高，尤其是一些像说心脏降血压的药，好，那如果说你药物浓度在体内过高的话，它很尽责啊，它就反正你没有办法出去，我就一直工作，好，我一直工作，那我血压就尽量帮你降嘛，好，因为他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带我出去啊，好，我只是尽了我应该做的本分，我就一直帮你降血压。那这样子，我们因为体内药物的浓度过高，我们的血压会加起来很快，那这样子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影响啊。我不能够太恐吓大家，因为多少影响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会造成一些影响这样子的都不是我们预期想要的结果。所以说有一些药物，它那个药袋里面，现在药袋里面大部分都会注明说，吃这颗药要跟葡萄柚汁一起吃。那就有以前我大概在中秋节的前后会遇到一个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有什么柚子，可是我们知道葡萄柚好像是国外进口的水果嘛，所以它有做这方面的检测。那有些病人就会怎么讲，就会举一反三啊，他就问我说：“啊，小姐，啊，今晚食油啊呢食油啊，敢袂当加这油啊直接食？”我都会跟他讲说，先不要，因为他们是同宗啊里面的成分难保也有一些是相同的，我们不能预期，但是我们就是尽量避免。甚至后来科学在网络上去看，甚至有一些柑橘类的也尽量不要吃，就是说你在服用说它有特别注明不要跟葡萄柚子一起吃的药，你甚至连一些柑橘类的也先避免。因为他们亲戚扯多远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毕竟有亲戚的关系，所以我们是尽量避掉。所以说在我们吃药的时候，就是稍微去注意一下，有一些细节啦，当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它魔鬼就会跑出来，那我们就是尽量去避免掉让它有作用的机会，这样子，也让我们的药吃进去的药能够充分的去发挥它的功能。好，再来我们再看 enter 就可以了这个最多人问，吃药要配胃药吗？通常有的人他不吃西药的原因是因为供西药给改不一啦。对，或许真的有一些药物它对肠胃的刺激会比较大，但是最近其实已经很多年了，最近几年大家有没有发现说，大家去医院拿药的时候，一些病人他都习惯说，我吃药我就爱配药可是医生就会跟他讲说，健保药健保没有给付你要买要自己，你要的话自己自费去买这样子。那我们就在想一个问题，既然是需要的东西，为什么健保不给？其实这个胃药难道一定要吃吗？如果说今天你是因为肠胃的不舒服，那当然是一定要吃嘛，胃不舒服当然就是吃胃药。可是如果说你今天你是为了预防，怕说咱起来油啊吃会感染，我去吃它的话，倒也未必啊。因为后学来讲，通常我们一般的认知会认为说止痛药，止痛药一定较伤胃对吧？大家一定想我食止痛药，我一定爱食药啊，无我袂康的。可是我们经过就是说医学的研究报告里面一般我们会给的胃药就是咱像讲胃乳片啊，或是这一类比较平常的胃药，
它是有抑制胃酸，就是说它是针对胃酸的综合，综合掉一些胃酸，或是抑制一些胃酸的分泌。但是其实止痛药它会造成肠胃的刺激，不是因为胃酸的关系哦。它会造成肠胃的刺激，是因为它的那个对胃黏膜，因为我们知道胃壁里面有胃黏膜嘛，胃黏膜保护我们的胃不要受到胃酸的侵蚀嘛，所以我们就一直认为说，我只要把胃酸降低了，那我的胃就安全了嘛。可是呢，止痛药它所谓造成肠胃的造成胃壁的刺激，是因为它会抑制那个胃黏膜的保护功能。所以跟胃酸是有相关的哦。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去吃那个综合胃酸的药，效果不大。但是我们通常会跟病人讲，你本来讲，你买糖嘛讲，可是因为病人他很执着啦，我觉得可能是以前一直长久以来的用药习惯，病人他们会认为说，我的一定要讲油啊，不法度我们也会给啦，但是就是做这样子的一个宣导，这样子，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像有一些人有一些抗生素，其实抗生素大家抗生素是在杀菌的嘛，但是抗生素它很好玩，它在杀菌的过程当中它会分不清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肠道里面有很多好菌，会帮我们做工作嘛，帮我们做消化食物的工作嘛，但是这一类的益生菌，我们通常称益生菌，就对我们有益的菌这样子。那有些感冒药，或者是说一些感染，它一定要吃抗生素。但是有些人就会发现说，我吃了抗生素之后，来拉肚子，那是因为那个抗生素，它把我们肠内的益生菌也杀掉了，所以有些吃抗生素的人会觉得说，吃了几次之内会拉肚子。那这个时候吃胃药有没有用？没有用。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停药，或者是换另外一类的抗生素，比较不会说对肠胃造成影响的一些那类的作用的抗生素。所以当你有在吃药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很主观的认为说哪里怎么样，就是应该是那里的问题。可是呢，当我们即使这个时候呢，或许就会建议大家，就是说，当我们遇到用药的问题，或者说你吃了药之后有一些状况出来了，不要说有些人就认为说，会不会解啊？有高偏口，而且也那也不奶为症状都造出来。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回去跟医师讨论，或是说跟药师做一个讨论，说我为什么吃了这些药会有这样子的症状？那医师、药师会在这一块帮大家做一个调整，但是这个也是我们要宣导的用药的一个习惯啊。我们不要说因为吃了药之后有什么问题，我们就自行停药，或者是就会认为说这一颗药怎么样，我好盖有卖解啊。其实很多的问题点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但是这个时候就是要寻求这些专业的医师、药师来帮大家来做一个处理，会比较好，会不要自行的去停药。所以说，吃药一定要配胃药吗？没有，我们只要说，一般大家会遇到的就是一些止痛药，但是这一类的药，你吃胃药，对，有一类的胃药是可以它是增加那个胃黏膜的保护的那一类的药是可以。可是那一类的药不会开在平常的药里面让你带回家吃，所以会跟着甲油啊、爱配五油啊、中五油啊，通常就是属于一般的，比较像说胃乳片，或制酸定那些的，其实那些对真正止痛药的帮助
就说对止痛药对肠胃造成的刺激的帮助不大。可是专门有那一类，就是说我要强化胃黏膜的那一类是有哦，可是那一类通常是开在哪里？你真正的胃溃疡，胃不舒服了，那个医生是可以开。但是如果说你是寻常会你起来这种哦，你其实不是很好啦。如果说你拿是咧食新生的，人讲食新生的啦但是有些老人家就是爱那个新生啊，所以我们也就勉为其难说会配合给啦。有时候就不要讲太多，反正他有要求我们就会给。因为有时候很多药物你不要讲太多哦。你若讲伤济伊会惊惊到唔敢食你想哎呦这恐怖！你跟我讲的，我等下一个小小的不舒服，你跟我讲这药会安怎了，你想我唔敢食。伊会感觉这个药食了就恐怖的。所以我们通常以前，我记得在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跟病人讲药物的副作用，因为你若讲完你就不爱食。伊会感觉这个药我食了就恐怖的，为什么我食了有时爱困，有时会有些会咳嗽有些那个高血压的药副作用会咳嗽，有些会伤。我唔爱食这药我遮恐怖，为什么我本来好好的食了，它都有这样的症状出来，他们不敢吃哦。所以以前我们是不会把副作用列在上面，是因为后来卫生局规定的现在的那个。他们就规定说，你药袋的标示里面一定要有这一项，所以我们就把它写上去。但是我们其实，因为我们有这方面的考量因为我们毕竟是在临床上面，我们会知道说很多的问题可能会从这里延伸出来，所以我们在写药袋的副作用上面的时候，我们就会相对的很保守。一般的症状我们会写。比较惊悚的词句，我们通常都不提。所以其实如果说真的有不一样，类似就是说你药袋上面所提醒的一些副作用，没有，可是没有提醒到那些副作用，可是你本身有一些症状出来的话，还是要去问一下医生或是药师，他会跟你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好，再来我们先看下一张。那边干嘛？哎呀，快快，我跟你讲废话很多。营养水跟营养膏，通常我们一般拿药水的时候老人家通常都不会只拿一罐啦。你拿一罐给他，他会嫌太少。因为讲你今日要几罐好无呢？我交85块的迄个费用，我一罐药水可能无够。你旁边你嘛爱互我2罐，你若互伊细罐的，伊拢会讲这细罐有较大罐的，就安尼这个是一般的通病我们遇到很多。那有时候我们就是有2瓶眼药水的时候，我们就会跟病人讲说，这几罐钱不要弄花给你，一罐点完给5分钟点另外一罐。他很可爱他说5分钟爱点一盖，我唔是你5分钟点一盖就恐怖的2罐。你点药时，你2罐来踩咧桌顶，先摕一罐来点完过5分钟，再点另外一罐。点完了，你甲收起来，后一摆要点药时，你才搁摕出来。我们都要讲的这么详细呢。有些很可爱好，2瓶眼药水知道了，回去，然后就点，就说下次来拿药的时候说，一罐点足贵，我先开一罐开点一罐有最点红，他搁开另外一罐开点安尼安尼药效会降低很多呢。因为有时候老人家他听他就只有听一点点，他回去就照自己的意思去做。所以我们现在就讲说，有2瓶眼药水，除非医生有跟你讲说这一瓶点完再开另外一瓶，无你若同齐点是计5分钟。好，再来眼药水跟眼药膏。眼药水我们都知道眼药水是水状的嘛，药膏大部分都是做成油膏。我们知道油水是不溶。咱咧食的人拢嘛知影，咱若油下落了后，咱水下落，油是不是浮伫顶悬？那我们药膏是怎样？药膏是点进去之后伊就是伫内底嘛，伫内底咱即摆水落了后从水浮伫顶悬袂落所以袂落就袂去收伫咱的目睭内底啦就好像你锅子你先涂一层油，
先涂一层油，你水倒下去，水形体也点好。好，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是水要先点，药水点完之后，咱油较落，好，这个是一个观念呐，好，所以药水先点，点完再用油，好，好，药物的过敏要怎么处理？这个很多人遇到。我们先来理清什么叫做过敏，什么叫做副作用。通常过敏就是药物的过度的反应，过度但这个过度会引起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也会引起我们免疫系统，像说我全身荨麻疹，那个是一个过敏，全身性的荨麻疹一些过敏，或者是说嘴痉、把猪痉，那个是一种过敏，过度敏感的反应，那再来副作用，什么叫副作用？就是刚刚讲的，可能肠胃刺激呀，还是讲爱困啊，会下气呀，那个是说，这个副作用是说，我们除了主要的功能之外，它衍生出来的，副的嘛，副就是附加的嘛，附加的一些症状出来，这个你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像是说，如果遇到过敏反应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回去原拿药的地方，要跟医生做，因为有一些过敏反应你给甲瓜水给磷瓜水就可以消退了。可是有一些过敏反应是会有致命的危险它会那个让你的呼吸系统就是会缩起来，然后缩起来会影响的所以一有过敏反应的时候一定要回去。那你下一次不要再接触这一类的药了，因为你只要再接触，因为它的免疫系统已经被启动了。当我们身体的认知就会认为说，我只要接触到这个成分，我就会起这个反应了。因为治疗呀，对吧？咱身体跟治疗这个物已经做了一个 mark 在那里了，所以下次遇到一定会有同样的反应出来屡试不爽。所以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这个是过敏反应。再来药物的副作用，咱若食感冒药爱困，还是讲亢奋困袂去，慢食就好去啊。但是下次你吃也有可能还会有这种症状，但是这个是不会影响，可能日常生活或是你的作息会受影响但是还不至于说对身体造成多大的一个反应，不良的反应所以我们有时候会问说，刚开始有些病人就问他说你对药物会过敏吗？病人会搞不清楚，会啊，那我们就很紧张会有什么赶快写下来下次我们就避免用掉。我们讲你知影对什么药过敏吗？我知，我大概食感冒药就爱困那这个我们就会心一笑说好，那我们知道了。其实他所谓的那个是药物的副作用，又不是过敏但是你过敏就是自己要去注意，下次不能再接触这一类的药，不然因为它已经被 mark 了，所以下次还是会有同样的状况出现。这个时候就要注意假药的副作用那些网病对的好或者说你甚至停药就好了再来调节其中好了，药物的保存好。通常我们一般药物保存就是只要在常温干燥就好了但是有一些的药物呢，它必须要放在冰箱。可是像我今晚给眼药水给病人就会说我刚才放冰箱，大家都会认为说放冰箱是一个很安全、很适当的一个保存的场所，其实不是因为冰箱里面它也会有水汽那它如果有水汽的话，它就那个违背了我们刚刚讲的干燥的原则所以不是像你要改放冰箱除非你包装的很好塑胶袋什么密封袋捆得很好再放冰箱。但是我们通常是不需要这样劳师动众因为咱药啊晾过的后我需要像宝物一样把它保存的那么好。所以我们一般都会说，你只要在常温不要太阳直接照射，保持干燥，这样就好了，不需要放到冰箱但是有一些药一定要放冰箱，像一般小孩子比较会常遇到的，就是医生会开像牛奶罐的那种干粉、抗生素，他回去就改工
以前美来讲，你要加水哦，它有一个刻度嘛，大概加到300cc 还是几百 cc，你那个要加水，因为它给你的时候是干粉，就干燥的粉末，你回去自己加水加到哪里，摇一摇，它就像牛奶一样，有一类抗生素是这样子。你要喝的时候，你就倒几 cc 给小朋友喝，喝完之后这一瓶要放冰箱，因为它需要是在低温的状态下，所以不一定，所以要看它有时候药袋上面的一些指示。那通常如果说没有特别的去强调，我们就是常温跟干燥就可以了。好，好，剩下的药，剩下的药哦，很多人都喜欢拿药回去但是很喜欢拿药回去，但是又不喜欢吃，那怎么办？那就剩一堆啊。其实不会演后学家也有一堆药了因为每次都没有吃完。那没有吃完的药怎么办？留着下次吃吗？很难因为可能症状不对啦。但是一些常备用药我们就不讲那像说一些有治疗性的药，我们是不希望说下次那个老药盖的讲，因为有时候在保存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有办法让它药效维持的那么稳定所以我们会希望说你卖涂剂药品那一般药我们没有吃完怎么办？丢垃圾桶。一般我讲的是一般不是啥会拢丢垃圾桶唔通那像是说有一些药物，它绝对不能丢垃圾桶，像抗生素。抗生素我们知道现在环境的污染很严重。我们有时候我们没有吃完的药，那个有些药就丢那个马桶或者说有些小朋友没有喝完的药水就直接丢马桶，那个不行，尤其是抗生素的东西不行因为你丢马桶之后，它经由下水道过去它就整个污染我们的水源因为抗生素的东西它是有食物链的所以当我们下次就说你今天因为食物链的关系，有可能这只蚊子咬到你了。那因为它本身之前咬到一个那个吸血吸到一个是有抗生素，就是抗药性的，然后它在吸你的时候，它再咬下去，你有可能会造成那个或者是说我们吃的食物，因为经由水源嘛，水源灌溉之后，我们食物会吸收那个水分嘛它会夹黑菜夹黑米有可能就把抗生素又吃进去所以它会造成一些环境的污染。所以抗生素的东西或是一些血液制剂，像说抗癌的药物有些生化的一些制剂，那个都不能随便乱丢一般的可以你感冒药那要紧像感冒头壳痛流鼻扫化痰的那个要紧但是就是抗生素跟一些血液制剂要特别注意，绝对不能乱丢因为它们那个要经过高温去处理完之后做深度的掩埋。但是我们一般咱嘛知讲，迄个是会当还是袂当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统一拿去给药局，叫药师给它处理这样是比较好，不要自行随便乱丢再来，忘记是要这个要讲吗？没时间了。不用了，我也很想不用。好啦，一般症状是无要紧咱袂记你食药就袂记食药，反正流鼻水嘛无流无要紧扫的加扫大安尼尔，反正后一顿还搁食就好这是无要紧但是有一些袂使像血压控制的一般长期慢性病在吃的袂使讲无得无管安尼无即顿无食无血压无伊管起来，无要紧后一顿还搁补，袂使安尼因为你血压要控制稳定或者是说我血糖药我无食无要紧无血糖无欠我，袂使迄阵需要长期控制的药物，当然一般做法是说，因为大部分都是，如果说是12小时吃一次，就一天吃2次的，你试试分12小时一次，早晚你取中间值，12小时吃一次，中间值是6小时，你没有超过6小时，你可以补吃一次，超过6小时之后就不要吃了。就等待下一餐，或者说你补吃了下一次的那个就不要吃，就自己会知影袂记食，袂记食无讲无你就按等食，以后你就拢该按等食，这样了解那不要说无我即摆无食，我后摆通再去赶快食安尼，
早晚吃的，不要说我早上忘记吃了，那我晚上要吃的时候早上那颗也不要忘记就一起吃2颗，这样不行哦。一次都只能是一个剂量不能补吃所以咱食药时就是要注意，我若无清楚，同款问咱的医师，问咱的药师，伊会甲你讲爱安怎食，你通家己补食嘿，这个不行这个有时候药物的东西爱较细腻的好，结论呢，我们就有影片了啦。这个结论呢，真是好，我只要点进去就好了嘛。我不知道我在答案揭晓。可是安内好像不是很乐观连吗？连得很慢结论要看吗？影片呢？要吗？很晚了，谢谢啊。有了啦。那我们要看吗？最后大概5分钟可以吗？太慢。可以吗？播出来呢？播出来，咱看，买啦大家下次就不是这个单元了呢。有这地方的设定。或是一些宣导短片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网络 YouTube 里面去搜寻。好啦，那该尽的责任我也尽了。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也没有办法。那就感谢今天大家的聆听。那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我们私底下可以再跟同学再讲一下那有不足的地方也请肖先生然后请各位多多包涵或许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感谢讲师签到鞠躬，坤道鞠躬。好，谢谢。对我们讲师讲解这么明了，用药细致。好的。